生命是一场无尽的征程，唯有奋斗才能决定终点。懒惰只会让人沈沦，行动则能点燃希望。当水不流动时，变成了死水，失去活力，无法孕育生机。当人不前行时，便如废人般被时间淘汰，毫无意义的被遗忘。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好运，一切荣耀皆源于汗水的浇灌。唯有不懈拼搏，方能将梦想变为现实。奋斗是生命的本能，是生存的根基。当面对挑战时，唯有选择迎难而上，才能在困境中崛起。唯有持续奔跑，方可领略前方的风景。倘若稍有松懈，便会被后来者超越，最终落于人后。机遇永远青睐有准备的人，懦弱与退缩不过是逃避的借口。唯有坚持到底，方能见证成功的喜悦。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，每一次努力都在积蓄力量。当感觉到疲惫时，告诉自己，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行。没有退路可言，唯有一往无前。与其在痛苦中徘徊，不如在奋斗中燃烧。这个世界不会怜悯眼泪，只会尊敬那些用汗水和拼搏换来掌声的人。真正的英雄从不指望怜悯，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拼搏的路途或许崎岖，但绝不能因此止步不前。选择安逸的人注定碌碌无为，而选择挑战的人才能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当困难挡在面前，不是低头认输的时候，而是迎战的最佳时机。挫折不过是考验意志的磨刀石，唯有坚持到底，才能在一次次挑战中铸就更强大的自己。机会从不会主动找上门，只有主动出击，才能抓住改变命运的可能。梦想与现实之间，只隔着行动这一道桥梁。拥有梦想却不行动，只是痴人说梦。真正的强者，早已开始在汗水中浇灌未来的辉煌。成功的道路没有捷径，唯有拼搏才能开创希望。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未来，但可以决定现在的选择。今日的努力将会成就明日的辉煌，今日的懒惰则会埋葬未来的机会。选择奋斗，就是选择掌控命运，而选择放弃，则是将未来拱手让人。无论境遇如何，绝不能向命运低头。唯有奋战到底，方能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这世上最可怕的，不是挑战的艰巨，而是自己内心的懦弱。当选择奋斗时，所有困难都将成为通向成功的阶梯。当选择逃避时，即便有再好的机会，也终将与荣耀无缘。真正的强者，从不向命运屈服，而是将困难当作垫脚石，一步步迈向巅峰。人生短暂，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就要活出不一样的光彩。不要让自己沈浸于悔恨之中，而是要让每一天都充满意义。当别人在犹豫时，你已经出发；当别人在抱怨时，你已经在行动。这就是强者与平庸者的区别。选择奋斗，便拥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。无论面对多少挫折，都要坚信，努力不会白费。没有一座山是无法翻越的，没有一条河是无法跨过的。勇敢踏出第一步，就已经赢了一半。别让犹豫阻挡了前进的脚步，别让懦弱埋没了自己的潜能。世界上最残酷的现实，就是弱者只能仰望强者，而强者则是用拼搏书写自己的传奇。真正的勇者不会在困难前低头，而是在困境中寻找突破口。即便身处低谷，也要仰望星空，寻找向上的方向。命运不会同情懦弱，唯有奋力拼搏的人才能改变人生的轨迹。跌倒了就站起来，失败了就重来一次，直到胜利为止。当别人选择退缩时，你要勇敢向前；当别人选择放弃时，你要坚定信念。这个世界的规则很简单，只有强者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。机会从不等人，只有那些敢于行动的人才能抓住命运的牵绳，将自己送往更高的舞台。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拼尽全力，还活着就不能停下脚步。只要还有一丝气力，就要为自己的梦想奋战到底。流汗远胜于流泪，拼搏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既然选择了前行，就不要回头，让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加精彩，让每一步都踏实而有力，直至巅峰。